那是什么声音？回避！贺仙子，打杀杀的事情你也不擅长，你赶紧随鹤群先暂避一下吧。你也多加小心，等战斗结束了，就用灵兽牌叫我来接你。放心吧。我的贝剑，你先拿去。 一会儿布阵时候再用。谢师姐。众弟子听令，准备应战。是。傀儡，他们怎么突然出现在这儿？太好了，应该是莫师姐用小洞天赋把他们带过来。 众弟子出击！
才是真正的实战，没有一丝一毫的侥幸可言。沙场上的搏杀，是最磨练人意志。